唔使18萬英鎊就可以買到私人花園別墅，買家最高仲可以做到7成半按揭，每年租金回報高達6%，即係只需要大概45000英鎊就可以做業主，之後就由租客幫你供樓。英國買樓投資一向都係財富增值嘅其中一個熱門渠道，但係要識得揾一啲高性價比嘅投資好項目，絕對係唔容易。今次我哋就為大家帶嚟由英國富時100上市嘅龍頭發展商 Persimmon Homes 打造位於郵編 S63嘅大型別墅屋苑項目。除咗質素已經有一定嘅保證，項目去 Sheffield 市中心都係25分鐘，去 Leeds 都係40分鐘，通勤非常方便。社區環境又綠化，周邊嘅配套亦都十分成熟，大型購物廣場、超市、食肆應有盡有，環繞超過20間嘅中小學幾乎全部都係 Good 同 Outstanding 嘅評分，所以一直都係首次置業家庭嘅首選地區，亦因此帶動當區嘅樓價過往4年大升42%。而最重要嘅就係樓價性價比極高，項目首批嘅永久業權花園別墅，2房都唔使18萬，3房都係20萬出頭，符合絕大部分首次置業家庭嘅預算，升值空間依然巨大。後面期數必定逐步加價，把握首批價單入市機會，立即參加我哋嚟緊嘅展銷會及講座，了解更多。